Hello， 大家好，我係世紀奇峰感風分我 Eric 啊。今日咧帶大家睇一個市中心地段極罕有嘅內置樓梯上天台嘅一個特色單位。咁呢個度咧就係海柏花園嘅傲然居啊。咁全個屋苑咧6座樓，其實為數好少呢啲單位供應嘅啫。加上而家係有放盤啊。咁我哋事不宜遲，而家帶大家睇下呢個實用586尺連474尺內置樓梯上天台嘅單位啦。Go！Hello， 啱啱帶大家咧就參觀完海柏花園5座高層 A 室嘅單位啦。咁佢就實用586尺3個房，內置樓梯上天台，咁就有474尺天台嘅。咁其實點解要介紹呢個樓盤俾大家呢？因為咧馬鞍山嘅市中心地段咧，大部分供應咧都係啲300零400零尺嘅單位，大單位嘅供應少之又少。再加上因為海柏花園咧就喺馬鞍山站嘅上蓋啦，附近大型商場啊、戲院啊、餐廳啊應有盡有。而且亦都係好成熟噶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打呢個電話聯絡我，預約時間帶你哋去參觀。拜拜。